好，而家開始呢個就係冷戰。咁不如我間低，我覺得你哋一定要記嘅嘢，好嘛？你就要記就係咩咧？前英國首相丘吉爾，跟住係乜嘢啊？鐵幕演說，蘇聯沿住中歐同東歐國家邊界有鐵幕啦。OK， 因為蘇聯佔領，我咪講過，因為蘇聯反擊德國，係咪打到去德國柏林？咁打到德國柏林，打到呢度，中間呢啲本身係納粹德國佔領嘅地方，就俾蘇聯紅軍光復翻啦。咁呢蘇聯紅軍佔領咗呢度之後咧，就呢度扶植共產政權，所以歐洲從此東歐全部變成共產主義嘅陣營，依靠蘇聯嘅。西歐係美國扶持嘅資本主義國家，得唔得？咁喺呢條疆界就叫鐵幕，因為蘇聯係保守嘅，佢係唔會同西方國家接觸，所以係咩啊？同西方自由世界隔絕。OK， 咁呢啲東歐國家就會叫咩啊？蘇聯嘅衛星國。點解叫衛星國啊？好似月球圍住地球轉，東歐就月球，地球就係蘇聯。後邊講過啦，呢個未講過，成個態勢係咩啊？冷戰嘅態勢，成個態勢係蘇聯係進攻㗎。我再講就成個世界本身係資本主義㗎，跟住蘇聯係希望社會主義係越嚟越擴散嘅。跟住後邊影響係咩啊？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反目就得啦，反目。跟住下一步係咩？美國嘅表態啦。希臘內戰爆發。咩叫希臘內戰啊？即係我再講一次，本身全部都係資本主義㗎嘛，所以佢內戰係咩啊？希臘有共產黨想奪權，美國總統杜魯門援助希臘同土耳其，防止建立親蘇政權，所以呢個做法叫杜魯門主義。咩叫杜魯門主義？美國將協助任何國家抵抗共產主義，就叫杜魯門主義啦。即係美國係會反擊嘅。所以呢個係象徵乜嘢？個影響係咩啊？啲影響要記啊！嗱，呢個影響就係大家正式反目啦，鐵幕演說。呢個影響係咩啊？美國對蘇聯採取圍堵政策，你蘇聯去邊度我就去邊，得唔得？第三步係咩？馬歇爾同埋莫洛托夫計劃，咁用經濟形式啦。美國嘅馬歇爾對歐洲提供經濟援助，呢樣嘢叫馬歇爾計劃。點解？因為有錢開飯就唔會想搞共產啦。只要歐洲經濟復甦，削弱當地對共產主義嘅支持。順序啊！第一個係咩啊？鐵幕。第二個杜魯門主義。第三個馬歇爾莫洛托夫計劃。蘇聯點啊？呢個係滲透東歐嘅陰謀。因為你美國俾錢啦，美國本身想成個歐洲都援助嘅，咁蘇聯覺得你俾錢咩意思啊？搶我啲馬仔，禁止東歐參加。蘇聯莫洛托夫對東歐提供經濟援助，莫洛托夫計劃，即係兩邊都各自俾馬仔啦。影響馬歇爾計劃係成功嘅，
壓止共產主義喺歐洲嘅擴張。莫洛托夫計劃咧都有用，成效較馬歇爾遜色，即係兩個都有用，但係起碼就嗰個勢力冇影響啦。你見唔見？就冇希臘土耳其受援咗嘛，冇變共產主義。樣要認，講過樣點認？斯大林有鬚，我使唔使揀啲重點嘅地方？有鬚。呢個會到時候我睇翻會以為我自己亂咁話。有煙斗，呢啲都係史大林。史大林，呢個係莫洛托夫，有鬚有眼鏡。呢個之後接任個赫魯曉夫啊嘛，記唔記得？接任個赫魯曉夫嘛，禿頭，個鼻比較滑稽嘅。呢個布尼茨尼夫，我覺得你哋應該唔會考，因為佢係中間一個。關鍵係呢個戈爾巴喬夫，有個胎記喺頂。你哋嗰日笑到阿媽唔認得嗰次啊，眼鏡。要認嚇。呢個係羅斯福，羅斯福係邊個咧？係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主要係佢帶領美國打嘅，但係到1944年佢死咗。OK， 羅斯福，杜魯門呢個樣嘅認住啦，杜魯門呢個樣嘅，馬歇爾呢個樣嘅，後來接任嘅總統叫艾森豪威爾呢個樣嘅，係咪幾得意？呢係金艾迪啦，認得佢啦，即係同阿咩瑪麗蓮夢露有一腿嗰個。呢個尼克遜，呢個列根，呢個布殊得唔得？認樣啦。呢個係丘吉爾，呢個戴卓爾夫人。OK， 戴卓爾夫人，戴卓爾夫人就係咩咧？英國嘅，但係佢係列根同一個年代嘅，兩個都係右派，即係點啊？對蘇聯係堅決要敵對嘅。跟住到柏林危機，柏林危機我畫過個圖啦，我唔再畫啦，即係我解釋咗東德、西德嘅形成啦，同埋點解柏林係一分為二啦，點解西柏林係俾東德圍困啦，講過噶啦。咁好啦，只要係記住咩咧？德國首都柏林及首都柏林4個佔領區，蘇美英法就得啦，切斷柏林所有陸路交通。全面封鎖陸路嘅，跟住係美國點啊？實施大規模空運就得。最後蘇聯係妥協，解除柏林封鎖。我哋要知呢啲都 OK。影響係導致德國分裂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叫西德，我都講過啦，背呢啲好易背咧，有民主就係共產黨得㗎啦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，一個聯邦一個民主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，防禦性軍事同盟就得啦。一個美蘇對立。由經濟層面提升至軍事層面。第6，呢係我哋最感動嘅，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勝利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。標誌乜嘢？美國介入亞洲，防止共產主義進一步擴張。美國驚啦。所以咪講過啊，佢本身冇諗住保護台灣嘅，但係成立咗中共之後點啊？佢派艦隊保護台灣，所以從此中國分裂啦，中國同台灣分開啦。第2係咩啊？中國實行全面親蘇政策，冷戰由歐洲擴展至亞洲，前面全部歐洲嘛，而家到亞洲啦。跟住緊接就韓戰，韓戰背過啦。一開波北緯38度為界，38線。北韓叫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，
南韓叫大韓民國，大韓民國。一開波係咩啊？北韓打南韓，越過300線，企圖統一。聯合國美國做主力援助南韓，跟住有個中國人民志願軍支持北韓，即係中美就打起上嚟啦。北韓打南韓，跟住變咗聯合國加美國加南韓打翻上去，跟住中國再派中國人民志願軍打翻落嚟，南北韓分裂維持至今。美國加強在亞洲嘅軍事力，美國繼續留喺亞洲，所以而家點解亞洲有咁多美軍基地啊？南韓有美軍基地，知個？日本有美軍基地，知個？最後都係翻300線。跟住第8。蘇聯成立華沙公約組織，呢個就係對抗北約嘅，就記得啦。對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，東西歐正式分裂為2個龐大軍事陣營。蘇聯加強對東歐嘅軍事控制。係咪？而家有條約啦嘛，攬埋一齊咯。跟住係 U2 型戰機，美國 U2 型戰機，蘇聯上空被擊落。咁呢個係挑釁啊嘛，即係你蘇聯會覺得咁搞錯，你美國飛到蘇聯上空啦，我射落嚟，美國又覺得咁個人部機你還翻俾我。蘇聯克魯曉夫要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記唔記得？頭先我好得意個 Q 嗰個，冇頭髮嘅，係啦，道歉，但係拒絕喎。艾森豪威爾拒絕，美蘇關係再度惡化。跟住就係咩啊？起柏林圍牆啦。蘇聯下令東德圍繞西柏林興建圍牆，嚴禁東德人民逃往西方，唔俾東德啲人再透過西柏林去西方，引發美蘇新一輪核武競賽，大家都搞軍備啦，傾冇得傾啊嘛，你要起就起啊嘛，搞軍備。跟住係古巴導彈危機嗰個啦，古巴喺呢度，好近。古巴建立共產主義政權，蘇聯在古巴興建導彈基地，美國總統甘迺迪對古巴進行海上封鎖，發出最後通牒，射程範圍覆蓋美國本土。美國本土意思係指美國嗰48個州，唔係本土得2個州啫。本土嘛，仲有一個州喺邊啊？阿拉斯加嘛，呢度嘛。仲有一個州喺邊啊？夏威夷，嗰2個太遠射唔到，呢個本土咯。其實都唔係射晒㗎，加州射唔到去。呢幅圖啊，克魯曉夫最後妥協，從古巴撤走導彈。美國取消對古巴封鎖，承諾不會入侵古巴。呢個好重要嘅古巴導彈危機，其實呢個其中一個最關鍵咁多個。將世界推向核戰邊緣，爭啲打啦，因為最後通牒啦已經。而最後咧，令美蘇反思，太危險啦。所以華盛頓同莫斯科裝設熱線，可以直接溝通，減少誤會。所以美蘇關係有所改善。反而否極泰來啦，危險得滯。跟住就越戰越南，北緯17度，頭先係幾多度啊？韓國300，呢個17。北
北越係共產嘅，講話一有民主就係共產㗎啦。越南民主共和國，南越越南共和國，美軍開始直接介越南，但係最後北越擊潰南越，打贏美國。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統一啦。有咩問題啊？越南成為共產主義，對東南亞地區造成連鎖影響。柬埔寨、寮國即係老撾，都係共產主義。而美國為越戰係代價好大嘅。尼克遜放棄圍島政策，尋求同蘇聯改善關係，覺得太危險，啱嘢。大家和緩啦。兩次限制戰略武器會議，我講啦，戰略武器即係咩啊？洲際導彈啊、核彈啊呢啲。限制雙方導彈系統、核武器數量，就係啦。洲際導彈啦、潛艇導彈啦、核子戰略啊，成堆啊。軍備競賽緩和啦。跟住係美國拉攏中國。首先，美國支持中國喺聯合國恢復職位。呢度咧係關鍵，點解呢？本身講過啊，聯合國職位喺邊個度㗎？中國嗰個職位喺邊個度啊？中華民國台灣嘅。跟住而家點啊？美國不再阻止，美國唔再阻止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係聯合國職位啦。尼克遜第一位訪問中國美國總統。跟住建立正常外交關係，有咩影響？分化共產主義陣營啦，中國倒係美國啦。蘇聯要點啊？強硬手段鞏固佢自己嘅陣營，佢對東歐要強硬，呢個就係兵分外交啊嘛。但明冇？即係佢兩邊本身唔穩得啊嘛，大家都懶係對抗啊嘛，跟住最後係點啊？借啲就話派個美國兵分代表隊去北京打乒乓波，紅咗啦。咁點算？兩邊點樣可以又有面，又可以和緩啊？派呢啲運動啊、宗教啊呢啲人過去先，傾一傾先，明唔明白？有個眉目。跟住係蘇聯入侵阿富汗，美蘇關係再破裂啦。蘇聯最終係撤軍嘅，跟住呢個關鍵嘅波蘭團結工會嗱，咩意思咧？波蘭係蘇聯嘅衛星國，頭先講華沙公約嘛，華沙就係波蘭首都。咁咧嗰時到1980幾年啦，呢啲共產國家好窮，波蘭呢啲好窮，佢哋嗰啲工人點啊？想提高待遇得唔得？所以佢哋點啊？團結工會係波蘭嘅工人組織，發動全國罷工，要求波蘭政府改革。咁蘇聯係點啊？頭先前面講咗啦嘛，自從中國同美國好，蘇聯就好驚呢啲僆走啦，所以蘇聯要求咩啊？出兵鎮壓，要求派兵鎮壓呢堆工人啊！美蘇關係陷入新低點。美國梗係支持呢個工人組織啦，係咪？要求改革㗎嘛。美國總統列根斥責蘇聯叫邪惡帝國 （Evil Empire）。聽我講過啦，美國呢時候就出招啦，因為美國嘅經濟好過蘇聯。美國想拖垮蘇聯點搞啊？整個星球大戰計劃，蘇聯話我已經可以由太空度打你啦，
咁蘇聯為咗迎戰點啊，要燒錢，搞到蘇聯經濟崩潰啦。美國推出星球大戰計劃得㗎啦，你記呢個得㗎。星球大戰計劃，美蘇嘅新一輪軍備競賽，蘇聯財政惡化啦，所以蘇聯尋求同美國改善關係。簡單啲就係蘇聯經濟崩潰啦。蘇聯經濟崩潰。一開波係最後呢個啦，你哋最中意嘅呢個領導人，由我推記呢個戈爾巴喬夫。經濟政治改革有咩經濟政治改革？停止實行計劃經濟，准許私人企業成立，減少軍費開支，即係點啊？偏向資本主義啦。呢邊呢？民選嘅人民代表大會係全國最高機關，多黨制，容許言論出版自由，即係開放。呢啲叫咩啊？市場化。呢個係咩？對美國緩和關係。呢啲開放，跟住係戈爾巴喬夫，美國總統布殊，馬耳他高峰會聲明願意結束冷戰。佢嘅改革係失敗嘅，經濟水亂，蘇聯共產黨隊分裂啦。點解分裂啊？戈爾巴喬夫係開放㗎嘛？咁黨入邊好多保守派唔滿意啊！好多加盟共和國亦都民生離心。我講咩加盟共和國？烏克蘭、哈薩克。咩愛沙尼亞、拉脱維亞、立陶宛嗰啲就叫加盟共和國，即係而家存在嘅。跟住咧，戈爾巴喬夫話放寬蘇聯對東歐控制，點解啊？前面講咗啦，減低軍費啊嘛。跟住點啊？東歐劇變。多黨制議會民主，即係民主化。咁呢個東歐民主化關鍵一個就係要記呢個得啦，拆咗柏林圍牆得㗎啦。德國再統一，即係東歐全部唔跟蘇聯啦。華沙公約組織亦都玩完啦，你都唔跟蘇聯咯，解散。鐵幕瓦解啦，跟住係頭先講咗啦，蘇聯個經濟改革係唔成功噶嘛，戈爾巴喬夫個改革入邊啲保守派點啊？要造反啦，跟住好正喎，唉，想聽得意啲，即係我講詳情啫，就係戈爾巴喬夫去黑海度假。度假嘅時候無端端俾保守派軍隊點啊？軟禁，唔俾嘢食佢食，唔俾嘢咩？保守派發動政變，戈爾巴喬夫軟禁，知得唔得？政變係咩啊？失敗喎。但係雖然政變失敗，但係顯示咩啊？成個共產黨分裂啦。戈爾巴喬夫無力控制政局，冇人再聽佢支笛啦。所以最後點啊？所有加盟共和國宣布脫離蘇聯獨立，俄羅斯為首嘅組建獨立國家聯合體、獨聯體，蘇聯正式解體，跟住冷戰結束咯，搞掂。後冷戰後點樣？
美國獨大，美國成為唯一嘅超級大國，世界警察啦。跟住點啊？積極擴大北約，接納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成為成員國。所以呢次點解俄烏戰爭啊？俄羅斯就話北約點啊？要吞埋，要立埋烏克蘭，佢唔得啦，烏克蘭唔可以成為北約，所以打烏克蘭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得唔得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國㗎，華沙係蘇聯㗎。區域衝突危機咁呢啲唔使理啦。跟住有咩？你要記住啦，有波斯灣戰爭，有波斯灣戰爭，伊拉克要打科威特，美國去壓止咗嘅。有南斯拉夫內戰，因為南斯拉夫同蘇聯一樣，本身入邊有好多國家，而家又分裂啦。跟住點啊？種族爭相要求到啦。所以個南斯拉夫內戰，南斯拉夫啲加盟國你聽過㗎嘛？係咪啊？塞爾維亞聽過未？聽過啦。波斯尼亞聽過未？斯洛文尼亞聽過未？黑山共和國。華沙公約係東德西德建立之後。跟住克魯曉夫覺得要有個軍事同盟去抵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，所以佢整咗個華沙公約，就係蘇聯同佢嗰啲東歐國家，所以從此就北約對華約咯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華沙公約組織，明唔明白？同阿拉伯國家打咗5次戰爭，以阿繼續有衝突，得唔得？講過啦，以色列敗咗阿拉伯啲土地啊嘛，建國啊嘛，猶太人。跟住最後咩啊？有啲區域力量同埋新興經濟體啦，記名得㗎啦。歐盟得唔得？由經濟擴展到政治層面就得㗎啦，歐盟。第二，中國改革開放，經濟現代化，第2大經濟體啦。印度唔使理，跟住恐怖主義。點解恐怖主義啊？因為美國多次干預其他地區嘅事務，極端組織不滿美國行為，以美國為目標啦。最後就係911。2001年9月11號，拉登個組織叫咩啊？阿爾蓋達。劫機自殺式飛機撞擊，摧毀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同埋5角大樓，叫911。美國為咗報復反恐戰爭，再搞一次阿富汗戰爭，消滅阿爾蓋達，再打埋伊拉克，話佢有殺傷力武器，有伊拉克戰爭完。後邊好易讀嘅啫，死記啲事得㗎啦。係前面中間嗰啲係一連串嘅關係，你要比較清楚，O 唔 OK？